你有冇試過咧？喺某一刻咧，突然間好想問自己，我到底係邊個？我今世嚟到呢度嘅目的咧，到底係想經歷啲乜嘢？點解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同身邊嘅世界有一種講唔出嘅距離感呢？我好似明明照住大家認為啱嘅方式去生活啦，但係個心始終都唔係好對位啊！其實咧，好多時咧唔係你有問題，而係你嘅靈魂一直都喺度想你翻去更加真實嘅位置咯。咁當一個人開始覺醒嘅時候，最先出現嘅通常咧唔係答案，而係好多好多嘅問題。你會開始想知道自己點解會有某個天生嘅敏感，點解會反覆咁經歷某啲關係，點解明明已經好努力，內心都仲係有種未翻到屋企嘅感覺。因為靈魂成長咧，從嚟都唔係要你即刻知道所有嘅真相，而係慢慢咁記起你本身係邊個，記起你真正嘅能量，你嘅天賦，你今生要學習嘅話題，同埋你唔需要再活成別人期待入邊嘅嗰個樣啊！咁當你開始願意停低啦，願意去聽翻自己內在嘅嗰把聲嘅時候呢，願意去面對自己真正嘅感覺嘅時候呢，你就會發現你唔係蕩失路咯，你只係行到咗人生嘅某個位置，開始俾你嘅靈魂啊叫翻醒啦。